緊喺納米比亞同埋博斯瓦納兩個國家之間嘅河流交界。究竟3日2夜喺非洲睇動物嘅私人船宿要使幾多錢呢？呢度就係我哋住嘅地方，架船分咗3層，最底層係我哋間房，每日朝早就係動物叫醒我哋起身。朝早一起身，打開窗簾，對面岸就動物睇啦。對面真係有人同我 say hi 㗎。2樓就係我哋食飯嘅位，每日除咗食飯就係睇動物㗎啦。戶外有個露天泳池，我就選擇躺平算啦。最頂層360度無邊際睇動物，借啲椅揸咗10秒鐘算。3樓呢度係駕駛室，亦都係影戶外 safari 嘅地方。放心，有瓦遮頭，唔使曬住睇。呢個船宿嘅人均費用每晚大概4000蚊港紙，咁個價錢已經包晒所有嘅膳食同埋行程安排㗎啦。我想講一路錄片啦，對面就已經係一大班嘅大笨象。如果冇帶長鏡，又想近少少睇動物，可以坐快艇出去，靜靜地唔好騷擾佢哋食嘢。喺非洲睇動物睇得多啦，但係第一次喺架船上面睇動物。慢慢駛近，距離近到手機都可以影到，畫面有啲兒童不宜。睇埋日出就走啦，有興趣嘅話就 DM 問我攞詳情啦。